講到近期樓市最 hit 嘅話題，一定係古洞北大型嘅住宅項目，由會德豐精心打造嘅頭拍項目 Park Citron。我哋世紀21白石角嘅團隊第一時間嚟到呢度嘅示範單位，呢個未來嘅地鐵盤究竟係咪真係咁實用呢？我哋一齊帶大家睇下。Let's go！ 發展商嘅展廳一如既往開揚嘅空間佈局，配合木質元素同柔和嘅大地色系，展示咗單位以外嘅設計，亦非常有心思。首先睇睇呢個實用面積321尺嘅一房單位，入到屋，開揚嘅長形客飯廳連開放式廚房，視覺延伸感極強。主人睡房空間感相當充足，客廳連接露台同工作平台，為室內引入充足採光。再睇下呢個604尺嘅三房大單位，空間極之寬敞，3間睡房一字排開，擺設極具靈活性，甚至打通2間細房都可以。加上獨立廚房與標準浴室，完美滿足家庭對舒適生活同多元空間嘅要求。最後睇睇呢個已經放咗家私嘅2A 座 C 單位，感受到一份時尚嘅生活品味。發展商喺開則同埋用料方面都花咗唔少嘅心思喎。設計師運用咗富有質感嘅家私，例如絲絨梳化同埋雲石餐台，配合大方嘅客飯廳設計，凸顯出高雅嘅格調。主睡房放置咗雙人床同埋訂造衣櫃，利用盡每一寸空間。下一集我哋會走出展銷廳，同大家講解一下古洞北未來嘅發展背景，話你知點解呢度會成為未來嘅新中環。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樓盤嘅資訊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、Facebook 同埋 IG。下集再見。